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好，福起来咧，吼节目真经係當多年，會同大家小幾樣嘅東西，唔講係啊醫療啊，又係私類東西啊，又係法通嘅宣傳啊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會同大家來分享下文學嘅部分咯。記得頭前福起來咧，咪要同大家來小幾下後生文學獎。今年啊，我來同大家來分享下2017年嘅後生文學獎了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當歡喜來邀請到 N.E. 王彥剛王先生來到節目當中，歡迎王先生。安獎嘅主持人阿群妹，還有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王彥剛，今日當歡喜做得來參加福起來嘅錄影。好，歡迎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吼。其實呀，後生文學獎制度啊，有當多種無共用嘅文學來寫咯。比如講，像是我們的客家詩啊，又係講小品啊、散文啊、短篇小說也得。其實吼，王先生已經係呀後生文學獎的常勝軍啊。唔講係那一種嘅文學嘅類型，其實都有得到以好嘅成績。故說今日節目當中啊，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，當難得啲福起來嚟出現呀。這個文學嘅部分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先來分享一下客家詩嘅部分。其實一客家詩啲呀，頭擺嗌學習嘅嗰種國文，大家就會講也係新詩，唔過也係客家版本嘅，錯冇？新詩客家版嘅新詩。客家版嘅新詩寫嘅方式咯，一般嘅新詩冇共用。因平常關係接觸到嘅全部用方言嘅部分，你啊特別用客家詞彙嘅部分，而寫到還有密詩，還有露骨語言，有種的用露色的方式寫到底部去。故說我寫嘅內容底部較生發，看親戚啊、朋友啊，還有嗰條，然後佢哋唱高以後，我將老詞彙用到客家詩底部。故說客家詩係安尼，佢假使講係我講小品啊、散文啊、短篇小說，一種詩較多嘅，像係文章類嘅，咩係共用係安尼來表達呀客家嘅觀念到底度係。我用客家文化嘅東西，比如詩底部，小品文還有散文底部全部共用，但係散文底部嘅內容較多，你有一個主題。本幾啊團全部來聯合到，我寫出來。小品文係一點危險嘅，唔做唔得寫強太片，但係主題又要出來。故所嘅評判先生、甘先生從頭講，小品文係一點危險嘅。哇！然後在呢2年啊，全部有注意到嘅佢講嘅部分。都要得到獎啦，放假福氣，放假福氣。當歡喜有請到王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哦。不過其實吼，像順風嘅2015年、2016年，包含今年嘅2017年，也全部就有人嘅作品到底度。不過就會來同大家分享一下，身為今年嘅作品，同去年前年嘅作品有哪啲冇共用嘅素材？其實寫後生文學獎我已經參加3年了。第一年嘅時間，在機會我寫作人嘅時候，佢講有啲只比賽，試看呢。結果因為我大學畢業以後，我就較少去寫東西。但係熟悉東西，一寫團嘅，我全部要記錄下來。後底又記錄下來。文青來着。後底。記錄下來，了擺又參加了客家文學獎嘅機會嘅時間，我就留給合作熟悉起來，一些條。留給史太人啊，嗰條人文咧，細條嘅句啊，嗰條 news 全部攞去熟悉起來。再佢用佢家嘅想象力，攞佢想辦法，攞佢念起來，一團細團攞佢念起來。因為讓人家講句嘅時間，佢唔會講當多，佢唔會講潮，佢就一細節，一細團嚟講。你要想辦法攞佢念起來。要把它拼湊起來就對了。不過其實像一條可能讓人家講嘅，有啲可能係客話，有啲可能唔係客話，你係全部就要攞佢寫咗變客話係。大部分全部客話嘅。哇！因為我成行人都沒有啲，我細見到中立，頭份試探，我成行人親戚朋友大體全部客人較多。當然，工作上嘅同事就較少啦。但係我呢一條故事底部寫嘅內容嘅主題。
代替全部的几家亲戚朋友的身份说故事。故说嘅係2015年嘅，跟2016年嘅創作嘅主題差唔多，係嘛嘅？15年得獎以後吼，嘅散文得到頭獎，嘅就壓力動態咧。嘅第一年要參加嘅時節，其實有新人咧，比如撇出嘅時節，比如放假時，要突擊出去了，平常時就要上班。其實寫2分鐘嘅時間冇當多，就新年9點鐘睡夢以後，再寫作嘅時間。寫作嘅時間，2016年嘅壓力就真正動態咧，因為大頭名嘅，大頭名，第一年冇參加好嘅，有想講冇參加好嘅，唔錯，你係一隻機會。做一部神發的故事，做一隻記錄，親戚朋友的故事做一隻記錄，本大家知，每本唔單唱客人的朋友，大家就知客家的小故事，對人生有一些影響。故說我們去熟悉一些新聞，第一年有得獎，我嘅爸爸媽媽記得就阿叔啊，記得阿姨記得，記得講你得獎誒，人講一條，快按做得下冇，那就結果第一年下來時間係合作熟悉起來，第2年、第3年開始，記得注通，然後講一些咧分享，記得我一些說，你都做得下冇，你有記單冇，你下冊有記單冇，講做得，絕對有記單，我吃寬咧，我第1年、第3年啊要幫大家福氣，要來參加，要得獎。故所以2017年嘅後上文學獎咪係強用按呢個方式來書寫起來嘅故事。哇，故所很有福氣哦，談當多老人家講嘅故事呢。我冇睇親戚朋友當多。哦，三妹阿舅，6個阿姨，3位阿叔，還有1個阿姑。故所其實呀，頭擺人講嘅一條故事啊，全部都係當上人哦。唔過留佢整理咗呀文學嘅部分，尤其係客家詩，研究來看看啊，王先生係用嘅來呈現一下。比如講，像呢度有一首詩，客家詩按到行歌，雖然係行歌那一篇哦，人家就請呢個王先生來討一下本大家堂。行啊，行到比同下。兩兄弟相爭比賽，從一支吊瓶木岩下走上腳，唔拄好險險跌落水江下。行啊行到山排下，兩公婆出送入堆，講一擔青花，花樹下牽電樹，火火鬧鬧相錫熱江下。行啊行到北江下，兩子阿公歡喜搭地。買幾堂誒，點停下親友講，蒼山歌白白錯了戲棚下。哇，故所大家有吃到冇？呀客家詩啊，真係係當有客家味呢，對不對？其實像呀搖搖入入啊，還個險跌落水江下。其實呀真係係當有客家味嘅呀條詩呢，可能當到後生嘅新人呢，呀後生人可能就唔會講呀條客家話。對，火火鬧鬧啊，其實有當到武客話，都有王先生、黃老師呀嘅詩詞地度。韓國腔呀客家詩，沒同樣我們這個講說華語的新詩一樣，都要注意它的句型。對，我知道也係清難嘅素材呢。頭擺人講，下頭擺詩唐詩要注重押韻，其實我們現在要注意句型，也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。要注意的東西當多。對。你韓國呢篇詩，韓國唔係韓國乜嘅味素。我知道我呢篇詩寫係人生的3隻階段。一開始來到呢個世間嘅時節，可能一家人，可能有兄弟姊妹。佢唔係做結婚嘅，但係冇兄弟姊妹做得成朋友，鄉下睇。未好行到第2階段就係結婚，兩公婆嘅時節，第3階段嘅時節就係做阿公阿婆嘅時節。故所呢條詩我哋本就寫了3種人生嘅階段。故所佢唔係真正係講韓國那條嘅味素，係韓國嘅人生。故所你會想到寫呀韓國嘅人生嘅一條新詩啊，韓國做乜解會想到按嚟寫咯？你係談到馬啥嘅故事？其實你會想到係阿公過身家下，因為嫁公嫁婆過身下做，阿婆過身家我要托骨重聽。他唔知，正經學生個他唔知，
但是阿公过生家，我去出头路的，毕业出头路都会教书的，甲对我人生吼动态影响。我还想一直按亲的人离开的，其实当时哦心情冇办法吼，短时间都去接书。当然未好要上较快调的哦，一直到去年谈到嘅客家金曲嘅歌王罗文玉，佢唱嘅《放心去旅行》。哦，佢啲杯歌詞啦講嘅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。錯客家四公主唱嘅，係很好聽哦。即係其他人講人生跌落百喜，人離開嘅唔係真正嘅離開嘅，佢係帶到人心關度，人上幾個時間看天燈，木珠十點，佢就會來，佢上人嘅時間，人水門嘅時間，佢就會來到人。不忙地度出現，我想按落去，我哋一生人離開，真正是離開，唔係唔記得嘅，佢表現關對一生人就出嚟。真嘅，就像你簽名寫嘅，真比思念看風喜，等風點，笑看人生跌落白曉啊！全部一下音嘅就係戲嘅那批嘅。真嘅，其實創下新詩，真嘅係當感動人，然後人嘅故事同大家分享，再個伴大家連接起家嘅故事安尼。尤其係我希望伴生人啲，因為生人呢，你下生人對生對死，可能冇人生行到一半呢。因為感覺係離生人呢，就會知道係離當然。我當然大家未做過生人呢，當時可能未按樣去，但係。我呢條詩地杯上面集團，我呢下咩都聽伊隻集團聽。哦，佢做阿爸做阿妹，幾家上網打拼就有。阿爸就講，哦，佢做阿公吼，唔好看我下做按哦，我呢下做阿公，唔看我要下對生嘢對孫咧下好嘛。我迄個真件咧，佢講當然啦，做阿公係福氣呢。我拉阿母嘅無叫，我就冇機會做阿公嘅啦。我一生人就做到阿爸聽咧，我就知原來。做到阿公嘅時節，脾氣會變好，係因為當到福氣對自家嘅身後。錯，係啊。基本嘅福氣來嘅觀眾朋友，咩都有福氣哦。做得聽到暗號嘅客家詩，我先休息一下，等下還有韓卡頭嘅文學作品，愛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又真到福氣來咧！我係鍾意群阿群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後生文學獎的常勝軍吼，我們的王彥剛王先生來到節目當中，愛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家下已經有2名呀，嘅客家詩吼，按到韓國本大家來分享呀，人生為韓國按到嘛嘅階段，很多故事，而自家嘅生活經驗，愛同大家來分享。接下來愛同大家來分享嘅男愛嘅作品哦，唔過我看到一道作品嘅名嘅呀，我就想講奇怪，迄個名嘅寫唔錯，也係樣嘅啊，因為佢按到浪漫潭山仙，是潭是那個龍潭的潭，然後山是山裡的山，跟他會今年來推廣嘅呀浪漫台山仙，我就知道到底是哪一個？一下就請王先生同大家來解答一下。阿權妹祝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好。現代我想要寫講2021年是個寫喺阿公嘅故事，我睇不提同看戲嘅故事。2016年我就寫到祖先到大陸賽遣過來嘅故事。我想今年一定報明年參加。2017年我想要寫我爺嘅故事。寫我爺嘅故事，我從細我就一定知道一定神奇嘅就係。我爸死潭人，我妹兩潭人，哎呦都有潭，全部有潭。哦，我從接上門佢哋講，到底係死嘅下學，係老虎下學。佢哋講平學，哦，平好。但係我想竟然寫槍下潭吼，要聽弱一些咧。我想你看死潭到兩潭。我爸都死潭來兩潭前阿妹，都到阿妹。哦，我想佢條行喺叫人到女山線。哦，台山線下做佢條人到女山公路。女山公路。我就想下啲山隔到潭地杯。看念潭
山潭山，老吉你下懂史行那个龙曼台山线，做一只结合模，那就吃宽呢，那就用只头南，其实人长差啦，但系我就吃宽呢，差唔多，那就用一只东接圈的人。去用潭，然后山，去丢掉在龙曼的做一个谐音，都底度。不说呀，龙曼潭山线给底度一神七哦，专门该讲一神七，因为一高的东西就是谐音的用法，韩国又做在讲故事。哎呀，就像欣赏雷同太讲，第一个潭与山的谐音，呀，黑马该潭马该山。哦，那个潭哦，我第一招用到的潭法的潭。哦，第二招用到的九字叫做山。第二招係九字嘅，第二招咩係？第二招山。其實潭就係講1957年，我哋係做生意㗎嚇，哦，佢都查驗，家下中華民國嘅國軍落下閘嘅山邊，係嘅具體唔係讀屏東，係讀龍潭。哦，嗰種我哋做生意家下接上看到嘅落下閘嘅情形。哦，佢看到嗰度斯坦人順頭嘅查驗咧，阿姨做乜都會叫，原來係。加4年咧，就嘅做嘅落下閘訓練，嘅當危險，嘅冇拄好腳團體，冇就樣板，然後嘅當危險，故所佢當強，做生意佢看到嘅時佢就當強，但係佢想冇相關，嘅種談吼係烏雲啊、心焦啊，嘅騙人嘅事情，同佢一點關係就冇，加啲親戚朋友當時冇人去落下閘，佢想冇事情，結果冇想到等到捱做餅家下。我知道落下閘當神奇，我就吃煙，你還係吃煙，他做會出錢咩？我就吃煙講，反正2年做餅嘛，我就做落下閘，我就現。做散餅呢？我就吃煙就現了，現了我就當天我就打電話俾阿妹講，媽，我現落下閘，佢講乜解啊？好啦，其實當少。但係佢冇講出來，佢啲落下閘佢艱苦。咁唔見我時啲媽媽有談過譬如生人佢有落下閘嘅危險。佢全部開玩笑都會講，佢唔會留佢心肝都嗰度受理講出來。啊，咪講係一擺，我去南部做餅嘅時節，本來要排假，要2日嘅，我轉去香港到屏東，咪講到屏東訓練，到屏東轉去桃園。9個鐘一擺，家下做餅2個禮拜鐘用1擺2日嘅假，粗茶就1日嘅。我想啊，訓練艱苦冇相關，親上我做轉去，看不卡人，結果部隊通知，幾擺用了7成，訓練已經拉苦嘅，嘅鏡頭嘅壓力真正動態，我就打電話，還要打電話講，一擺打電話同阿妹講，一擺用了可能冇辦法轉去嘅。部隊有新的事情要做，結果阿妹就講佢要煮冬瓜湯，冇糖到冬瓜湯，一糖到冬瓜湯啊，冇做就掉下來，接着就聽一隻詩，給他潸然淚下的山，嘿，我就叫出來，甲醫生說做餅，真緊一隻詩來就天發嗰邊，會不會排當場嘅人230人都會看我100人都會對天發對叫，真緊，我唔會排斥，因為。真緊心肝肚嘅東西，我要俾我睇出來。你就係1957年嘅鐵泰團嘅兩大師嘅意思。潭跟山，呀，就講嘅兩段故事誒，講嘅媽媽頭擺啲茶園嘅故事，韓國又講嘅呀，我們黃老師嘅頭擺對落下閘嘅故事。那接下來聽嘅1962年嘅秋天。1962年嘅秋天，就係我哋已經讀書誒。家人讀書冇像你下。做到江啊、新海、新山夫啊，嗰度啊，佢係買嘅1962年，佢就買人生嘅第一雙鞋，他做佢全部打造叫去讀書，佢那做些全部一樣嘢，佢買鞋去讀書家下後天出門嘅時間後天，結果冇想到轉來嘅時間落太水，落太水嘅規身大事冇相關，新海做唔到大事，新海寬電。看到不飲下就只有依靠，鞋做咩大事吧？佢新買人生的第一雙鞋做咩大事吧？就按樣等，我就看佢讀，我就想到一隻畫面，佢讀不飲下等，人生就太，佢過咗畢業，佢就佢咩摩托初中，當時嘅初中，佢就去茶園啊，去個三文水庫嗰邊聽書以後，都差唔多20歲嘅時間，我爸就出現咧，
就4塔到2塔，加阿爸就靠到中油公司，中国石油公司，加桃园规则桃园沿天意间的个加油站，就三文水库，加个风景区的时间，就隔壁起新的个一座加油站，俺们就当日就隔壁检查，各位时间看到。因为嗰啲风光东江，有山有水，起出了无所的东西，又出过一时间，其实几下只寂寞就点个加油机，加个过一摆就点一摆，过一摆就点一摆，结果有一摆转的时间，转不开，然后嘅朋友就嘅点停下就食饭咧，食西瓜，结果阿家婆很明伊很地转来，烧嘅西来不会熟识，系啊，结果一到隔壁。俺妹就看到当时的阿爸，就讲：你们读加油站，送面啊！大摆点个加油站的时间就去到顺头。佢阿妹全部看模拟的时间点，就你行出来佢就会走。结果佢叫他谁来，米香就两啥熟识，一早就变阿妹，一早变阿爸。哇！你就会談老山，也就係談老山，山的故事。1962年的談老山，韓國生下來係1977年嘅寒天哦。1977年的時間就係我做生意家咧，我出世嘅年，我出世嘅年，今年開始其實唔卡當單純，平凡的小家庭，唔係當有錢，唔係當苦，時代對進步嘅民國62年嘅時間咧。家其實阿妹家嘅時間，阿爸有時到阿加工落去買到嘅天下嘅很多女兒紅，嘅女兒紅。啊，然後細年一直出世以後，阿爸看得出來，佢咩想嘅老夾妹嘅，抗議關，結果阿妹用神嘅來，買神兄弟，擺得冇女兒紅好抗咧，但係佢。冇想講，佢想親戚朋友啊，其他同事啊，下班嘅時間會來不卡聊，係會適量畢業嘛，嘅多多少少適量畢業。平常我當嚴肅嘅阿爸哦，花無當多，佢最就係佢就講花少，但係全部咧搞人嘅東西，懂嚴結，懂嚴結嘅，但係其實就以後哦。佢就變當強爽，會講燒烤啊，講一些有嘅冇嘅啊。平常係學唔到嘅客哦，當生氣嘅客哦，都幾兩時係唔合法，真嘅唔合法。當生氣咁啲天使就會講，他療燒嘅法，他療燒嘅法，佢就會講出來，佢唔係講當惡做嘅法，但係當生氣，他是有聽人講嘅。佢講佢兩時佢都嘅時代，從頭會講，佢都嘅時代講嘅當普通嘅。當平常嘅事情，咪就講，嗰兩時最後悔老阿爸做在講一條習慣度嘅法，然後平常是冇識兩皮嘅高粱酒嘅阿爸冇中央，家下會要，習慣度嘅法做老爺講，難得做得高興嘅時節咯。嗰阿妹就本來就較好。阿妹本來就唔會罵人，佢家唔卡會拿到個樹工，轉來亂發啊嗰條東西，咁就順條天樹，用個紙咩當個起啊，然後天樹嘅木嘅，然後插個字嘅啊，佢樹工當樹葉當好，家下就佢晾衫啊嗰條內圍嗰條東西，咁就會拿來搞啊，反正阿妹晾衫做樹工時，咁就順條。就做老爺講學校發生乜事情啊，然後同學用版型啊，線上工人用版型啊，你就會談老山。嗰時候老爸爸媽媽高興嘅時節，就係呀，1977年嘅談老山，跟住下來2017年嘅談老山，大細，你阿辛苦哦。你阿到2017年就係你阿爸權嘅時節咧，你阿談咧就係。嘅細沙子誒，到水面上彈出來，誒講嘅大水漂誒，大水漂誒，我一定學大水漂誒，我爸妹當學大水漂誒，從細我冇佢安會打，但係我當學佢用誒，我面向睇2017年我當啲哦，你人生哦，阿爸年齡越來越大誒，就將人生用誒，嘅大水漂用誒。都人生的路況一站過一站，過嚟跳坎，
一坎过一坎，还有跳过去。哎，人生爱咩边，爱慢慢的边台，伊慢慢的边路的。哦，哎，他做迄伊知爱出去了，面方边、你那边爱知伊出去了，伊要谈爱，爱要对伊那了，你就要对伊那了。像细细角色两三人对换，俺没发现伊条的脚步变慢的，哎，脚步变急的，当然伊条的脚步变慢的。古时候我听一张用个步履蹒跚的山，哦，你会发现伊条行路的速度无按急的，哦，可能行短的贴加的时间变到 N 一等级，哦，就像细细的时间，哦，伊行下脚，哎嘿，一停好，同样意思，哎，那角色弯过来，你就想到，你人生的故事就按样子，哦，哎，你要做师太爷，哎，你要做阿爸的，哎，就伫原来他做，哎，阿爸做阿爸的时间，原来无按简单。哦，人生这样一铺一铺，哦，一只水漂那种大吹，你还提示团还感觉。哇，我通欣赏安尼讲故事啊，其实佢底度啊，透过文字写到还较强，还更美、更漂亮，还个做得透过欣赏的文笔底度，而去想到自己嘅人生。古上嘅时候也就系文学嘅假设，好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再来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，今日同大家來紹介和2017嘅後生文學獎，歡迎呀王彥剛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其實佢剛剛好，家下要同大家來分享佢嘅浪漫談神仙，也是作品底度，有當到諧音的部分，唔過吼都還蠻談幾來念呢。故實一下研究來請王先生來念一些套呢，幫大家來談看啊。好，沒問題，是夢怡。我很願意陪母親在廊檐下拎着新鞋等待雨停，或是在美國路上搭個便車。我也希望自己能陪父親共同埋下一壇女兒紅，或是看着坦克車在屋前十字路上興起黃沙滾滾。我不清楚浪漫台三線到底要追求什麼層次的浪漫，興許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條屬於自己的台三線。他的浪漫隱身在潭山之間，浪盡風田，漫沒談心。大家都有自家嘅台三線嘅浪漫，冇錯。自家愛去尋自家嘅台三線嘅浪漫，冇錯。哦，故事好，其實唔單止安尼哦，你嘅王先生還有當到故事，還有當到作品，都得同大家來分享。接下來，就來請王先生同大家來分享佢得到數獎嘅一個作品哦，韓國一個作品嘅名嘅咩當貼片按到河神四點。就請王先生一下就來念一段本聽感堂。哦，沒問題。當賓客坐定後，豐盛菜肴早已擺了滿桌。現在的客家地區在料理方面也跟上養生的時代觀念，不復當年的鹹油香。但不變的是，主人家總是會準備白斬雞來當桌新菜。給黑吉嘎秀嘅方形式，叔公殷勤款待着遠道而來的我們。小兒子半跪在餐椅上，伸長手和筷子要夾雞腳和翅膀吃。父親此時急忙阻止，口中念念有詞：翕相盤中4點金，頭眉交結不用情。結果叔公笑着回答說：嘉賓貴族該板米，豐秀牛來顯愛銀。是，嘛該死推喊對4點金。哇！唔過我頭擺冇聽過一隻相呢，4點金做乜嘅做唔得實啦。4點金哦，他做外面唔點樣用的4點金，接上湯外面講4點金。有一擺聽阿爸轉去苗栗的時間，嗰個去旭鵬的哦，買捧糖的手工槍，佢就講你團故事的時間，我將詳細問清楚乜嘢4點金，哦4點金就會給頭面。叫熱，我想4點金做乜留下來，做乜金用金表示動重要，動重要的東西。米香當地，他做嘅人啊，冇好食，冇將他你下什麼嘅東西按奉用。佢都久久嘅將設一塊厚料，食到肉嘅東西。或者有錢大洲啊搶人嘅時間，
再演就要一本人唱，哦，声音的好听，行两初三，三初三，行几点钟，佢都说一传澎湃咁样好，哦，阿爸初胎佢就听他多，佢都听多的时间，唱声音的同好是给一给脚 K 嘛，哪里 K 嘛，啊，太严重的，老实讲4点钟算唔得，哦，算唔得，因为做嘛呢？因为他作为人本人唱的时间，冇办法100唱到所有的人行，有的人带他演，他慢段，有的人带他群做得来，佢都差不多要唱本3传来唱，哦，他作为唱是猪，哦是鸭，再有钢印是猪，故说佢都休嘅休下动态，读盘的时间要动声音读3分，鸡肉读3分，但系鸡头、鸡面、鸡翼、鸡脚。1分停，给做唔得事，给爱T2传、T3传全部要摆出来。哇！老朋友讲，我喺唱你几只鸡，漳州的当有心意，做人家的心意。哇！你系4点钟。原来呀，就系4点钟哦，我很正经完全唔知呢。不过其实吼，大家有知道冇？加下2篇包含呀浪漫唐山县谈过这个后生呢4点钟呀2篇文章，其实老师是念华语。不过唔少做得对呀，文思地度感受到客家人嘅成分，比如讲像鸡盘、白斩鸡有冇？其实就是鸡盘呐。做咸菜，加人做咸菜。做咸菜。煮菜。煮菜，人都做咸菜。爱变动容诶，系爱变动做容诶，做咸菜，炒。古少老师，人嘅文章嘅内容啊，其实人嘅灵感嘅来源，人做得讲系唔系就系人嘅想法，人嘅亲戚朋友，也就系人嘅灵感来源。材料、老资料，太地全部系亲戚朋友。一开始当然做生意嘅好，当做生意冇好同老人家讲法。香气啰嗦，饮来饮去就给叽叽的。但係做生意家下，我這邊，我同好同老人家講法，我同好同老人家講佢哋合作發生乜事情，我唔會講佢哋講話啊，佢冇可能啊，亂講一場。佢哋講法可能上世較化療，會碰風。但係當神奇嘅係，佢哋碰風地杯有條事情，佢哋會抗議到變成反度。佢哋講嘅東西較表面。哦，講歡喜嘅事情，佢哋唔會少講艱苦嘅事情，因為冇人好談。大家強用艱苦啊，大家都苦到學硬死，真嘅，大家都向前踏步弄，大家都同辛苦，唔苦唔到平人講苦，越來越苦。古時候客人吼，較落線咧，就係佢哋會講較神奇嘅東西。老人家本來悶到，係講佢肯講一些咧，但係見悶。佢見過，咪就見門。見嘢，佢都知道呢個生意動神奇，好談，好談就講。但係係呢，當考試咧就係佢哋全部講一細節，佢哋唔會幾條。就考唔老件全部拼湊起來。全部什麼一細團攞去串起來，你就係呢個經驗，還有我寫下來人生，喺下文章嘅材料來演。古時候寫下來，很想愛再個寫文章。當然，雖然今年係後生文學獎，我一定報明年參加，唔會知道講當考試，因為台北市校委會做嘅後生文學獎，真正對我嘅人生動態影響。從頭開始，老太好跟他寫東西嘅關係。又拿出來，哦，然後嗰條材料又整理起來。冇錯，也係清珍貴嘅，因為嗰條材料可能過冇幾久，大家就唔記得咧。不等就冇了，冇人講，冇人想起，老人家又一再離開嘅。哦，呢條東西久嘅大家就忘記，就唔記得常。我希望就利用呢個機會，做啲來記錄下來，俾大家啲影響我嘅人生。咪希望有一點點嘅機會，再影響大家嘅人生。不過先生，可能頭擺談很多故事哦，竟然會講故事本人嘅聲音嚟談哦。我做先生啥，當然除了都學教講故事、講故本聲音，學生嘅談。不卡嘅時間，我咪講故本聲音嘅談。哦，但係呢下聲音啦，佢做冇強樣，呢下聲音佢哋嘅世界係哪發，係哪太有名路嘅世界。古時候人合作。單純嘅客家總體嘅嗰種，大家鄉下全部講下嘅環境已經冇強樣啦。係喺每留意講古，講下神奇地位，但係佢哋
我老是讲客，我全客落生嘢讲。我老是讲客，佢愛客，哦，我就當歡喜。佢喺講愛過年咩冇相關，其實佢談嘅事。但係我老是講，你阿談嘅事，嗰幾年咧，冇人講俾你談嘅，就冇好。你要知係兄弟地輩，親戚朋友地輩，你只係佢家開嘴講，幾張做得老人文化傳承下去。冇錯，古所以呢個王先生透過呀佢嘅文學，韓國透過佢自家當上網傳承佢嘅生活經驗啊，韓國客話。今日謝謝王先生咩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。什麼阿權威？好，咩什麼各位觀眾朋友，我數開休息一下，等下提運通先生來做運通。